考嗰個記錄嘅地圖有乜嘅考核原理啊？為了按太早嘅記錄嘅地步嘅地圖，有乜嘅技巧咧？看天從鬧熱漸漸呢，都大啲嘅變乜嘅喏，冇用嘅鋼鐵，竟然做得變做記錄嘅呢？假嘅情況呢，變做得俾人貼記，想一啲發生乜嘅出奇嘅事情冇啊？跳下來打記錄嘅咯！第五日，遊客嘅教課後來到桃園縣嘅新武國中。新武國中因為桃田順巷，第一按點起嘅學習環境地圖，培養出眾多優秀嘅學生嘅。學校方面，除咗關心學生嘅學業之外，還希望保存老發揚在地客家文化。第一按後堂嘅高級地圖，做得本人感受到欣賞對客家文化嘅傳承和重視哦。大家準備好了嗎啊？演奏開了。打籃球，打棒球，打棒球，安強哦。還有乜嘅？還有乜嘅遊戲？有。哇，那我們請這同學來跳一次給我們跳好不好？哇！喺以前同學真係很強哦。哇，有個同學真係懂聽講啊。哇！那下思妍姐姐就會介紹健美嘅口號欣賞哦。誒，你來分享關老師。太好！關天祥，桃園縣教育職工協會理事長，專門做理化教育推廣，接送期盼國中小學考核樣比。呀哈，有同學啊跳舞，老師家嘅跳呢，都會記錄來做喏。之前伊倆太老師記錄嘅吼，能夠去用嘅無看到記錄，一直都有青島咧考核年齡對冇？最近哦，先生，當然按你講，那就清爽一啲咧。按你，哎呀，他就帶同學跳落去看記錄嘅比賽啊。記錄嘅，各式各樣嘅記錄嘅，都帶有去內情記錄嘅專家喏。師傅你個彩筆記錄嘅呢？冇唔錯，天天都苗栗一家三里鄉來前日嘅對記錄嘅動有研究嘅專家做錯了。大家好，劉念松也係客家莊繁育土友、彩體文史工作者，希望推廣客家圖案文化。一種一定老嘅記錄嘅，哇！已經可能100多年前嘅記錄嘅哦，一種都較細型嘅，也現時嘅作坊呢，最大型就一種，嗰個就係也記錄嘅，一種呢就也現代，一種就一種記錄嘅哦，就技術性嘅，因為來啊呢佢個轉哦，比方講佢會轉啊，佢也轉啲型嘅也當好，條擺哦，細細個嚇，現在差唔多就民國39年啊。睇緊做記錄嘅嗬，我自家做，唔係講也下呢，小朋友買嘅，特別哦用書嘅，我喺那是那集團啊，用多買小朋友嘅線咧，特別有一隻講嘅係有一隻用嘅線咧可以成熟嘅，免當咧，特別有鐵檔咧，檔落去就剪起嚟，就變咗。可以變成一隻最少嘅轉對吧？做記錄嘅，對吧？我擺啲書啊，有檔案嘅書嘅，還有舊強嘅啊，有清案嘅書嘅，還有幼年書，有清案嘅書嘅。所以有啲人我去到我比賽啊，當來當去嘅時間給啲書就我俾當比賽真不一樣，係咁意思啦以下我書房拿嘅兩種嘅記錄嘅，有個記錄嘅頭一種叫做。作為呢，他粗糙一啲咧，喺呢個台灣咧，作為就太優秀，所以一種呢，轉呢就較舊，因為佢個摩擦啲啦，佢做一啲呢冇咁多啊，所以轉呢就轉較舊咯。也出嚟準備比賽咯，看係咪就像劉師傅講嘅，紅色嘅記錄嘅，做得呢度又遠又舊咧。哇，真嘅呢，師傅講啊，紅色嘅記錄嘅，因為逐年之下些。讀到天下嘅摩擦嘅做下些，雖然就做得啲到又遠又舊了。有人嚟看打記錄嘅嚇，也睇記錄嘅呢，叫做有一條線表示呢你一熟嘅咧，養落去，打落去時間熟嘅比方一結尾嗰個要長嘅時間長啲線嚟打咧，嚟打出可能打一個。
较焗咯哈，可能較焗咯。通過師傅介紹嘅過後，日日落去我報紙看啊。新型嘅戰鬥記錄嘅，含做嚟打頭聽點當空，粗型記錄嘅咩唔會輸人咯。不過都嚟打記錄嘅時節，要注意馬雞咯。呢個大嘅記錄嘅嗬，啲呢就嚟線，記錄嘅索嘅嗬，產到也都係一條橋嘅嗬，一直產上嚟。呢差唔多產到要線嘅3股2股嘅蔬菜，呢拿的呢，以前要10條普通呢有一看就銅錢啲嘅，可以來的啦，也都冇大記錄嘅個師傅按新嘅，打到按強數嘅用嘅，地度屬於好門嘅喲。原先聽做產頭3股2股嘅蔬菜，按用做工下太，就咪地度下活。生下來再打太記錄嘅了，結構圈可以捉到來，處理得出。咦，有聽冇啊？看到冇？除咗產線嘅技巧之外，因為記錄嘅本身下太，故說點解控制咪係當初有嘅喲。打太記錄嘅啊，怎麼會像個按鍵單咧？先生，看過 VCR 以後，根本有一嚿嘅口號語都嚟埋嘅咧。係，第二呢種咧嗬，鹽土，韓國咧做快人咧，我做一隻千好舊嘅記錄嘅。啊，按你做記錄嘅哦。係啊，第二呢有份同學嚟發揮嘅創意，看啲鹽土做出嚟記錄嘅，萬人賺到最好，韓國最久。按你研究開始嚟教遊戲好唔好？好。準備寫住件呢，自然嚟，研究開始了。做個 B。他不是装的，那更扯。不要這樣。你要做什麼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要做瓜牛又有 TV 像不像？我做香蕉。香蕉的吧？那你做麻辣。香蕉不會平，它前面是青的，後面是腫，所以你要換過。唔但參有螺旋形、蛇路嘅形、倒位形，還有細葉形，這件都有創意耶。可是它太重了啦。這麼強？不要亂動啦！我也不知道。哇，先生，自己看哇，厲害啊！你看各位同學看看啦嗬，看見用嚟做嘅，有冇賺到按鍵？誒，之前就看你一個同學做到有冇賺到按鍵？各位同學做得本意就鼓勵啊，好冇？既然兩邊都有感應，介紹嚟比，哪一處做嚟啲黑叫好咧？開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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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看你啊，嘅可能會贏啊！哦，加油！加油！插住！哦，插住！插住！加油！加油！有冇人用咯？當地人家嘅黃色記錄嘅，依然會輸紅色嘅記錄嘅。你啊，呢兩隻全部做到千紅，呢兩隻呢，呢一隻縫咧呢黑髮，呢一隻呢黑圓又黑大，所以呢呢一隻呢會賺到比呢一隻還好。哦，越發就做得賺越久。事情看呢兩隻呢係事前做好嘅記錄嘅，而就喺圓圓嘅，而就喺扁扁嘅。扁嘅係。啊，啲呢我請兩隻同學呢嚟試轉看下嚟，看呢隻會賺得還好。好。誒，呀，喺埋個圓圓嘅。人家有看到嘅嗬，聽下有解釋講，呢一種黑髮呢，因為佢較平，好，呢一片呢較圓嗬，所以呢呢一片黑髮呢會賺得較好。哦，原來黑髮黑平嘅記錄嘅，做到啲黑碗黑久，也仲係講黑圓黑盤嘅記錄嘅，呢個時間就會黑短。日日來自家同事做一隻來吃乾啊，唔該記得髮老平嘅顏值咯。等下再來，還有精彩出奇嘅記錄嘅遊戲哦。
发中地度，按体验度用盐奶来做记录嘅。做到记录嘅经历，还会保持平衡嘅结构过后，按还会用钢铁来做记录嘅哟。做钢铁记录嘅材料有指压法、器材、落来吧，冇用嘅钢铁。第一步，攞鋼鐵表現指壓法，確定鋼鐵攞指壓法要卡起，用落來把攞起落嚟鎖起來。指壓法當好，還用器材攞去鎖起來，轉咗線，將個攞鎖嘅打結，纏拖起落嘅下背，按樣做嘅打起落嘅了。再让它弯进去，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松掉。然后再这样然后拉。拉的时候上面要放一下，要固定它，要让它正，要让它正再放，这个再放。头后有问题吗？哎呀，头后有问题。为什么我打出去的时候它都会摇摇晃晃的？其他呢打起啊呢，无了了熟的吼，困比好，Q 起啊呢，就摆就摆，所以打到那样无平的哟。啊，你就会手冇用冇用平。系啊。第有乜年底用手搞 kilo 嘅，然後用手嘅搞 kilo 嘅，用乜嘅冇，佢用嘅地方嘛。用手不能控制，用绳子可以控制得到，所以用绳子可以比较快。用手的时候会不稳定，这样转的时候会比较慢。叫做同我講嘅清楚吼，因為呢用手嘅力量呢較大，你用手呢。用力的方式哦，較無出力，所以講呢，用力啊熟嘅咧，所以來到較好。放球球吗？安諾啊，就是要欺負你。你拉第二次。没有默契，战斗之哎呀，冇要緊啊，冇事子，因為啊，等下有下那兩個任務等等呢。兩險記錄嘅頂重了。兩險記錄嘅最近動成之後，不過仲冇咁簡單呢。老公跳記錄嘅打拖同工嘅當好，經理還會保持平衡，會挑戰下兩險記錄嘅啊，所以係用心表嘅哦。你有幾句？你就打嘅呢，一定要真嘅吼，起到個大比分後，啊上來擋起來，然後呢上來表呢保利講嚟擋開，好，啊強強嘅做都好，強強嘅做，唔使按認真吼，啊快啲。你看到冇？平常做都強手哦。還有啲冇？既然啲嘅方法，咁就表下強手表咧，看馬上嘅本領下好，比下做朋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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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賽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
边嘅同學會輸體咧？聽下看下個同學在打嘅啊吼，佢啲啲個拳數吼唔大，所以對呢隻 kilo 嘅做嘅功吼較少。聽一點呢，他在打嘅啊吼失去了平衡，所以呢，他嘅隻 kilo 嘅嚟打嘅會用冇穩，所以呢邊呢打拳數吼都冇按拉，係啊。哦，安尼就對咧嘛。鋼鐵 kilo 嘅用咗地圖同鋼嘅當方保持平衡咯。kilo 嘅理解世界會有溝通量，kilo 嘅理學家溝通量就會較大，溝通量較大嘅 kilo 嘅就較唔會受到外部嘅力嘅影響。故說鋼鐵 kilo 嘅圖同鋼嘅當方離東谷嘅世界，雖然同鋼嘅會停圖，鋼鐵 kilo 嘅心係做地保持建立嘅樣嘅。安樣就還唔會放下來咯，煙霧來咯，老 kilo 嘅拿出來，老子娘把個蓋拆下來，老先嚟纏上去，再過來，老拿我一隻鋼鐵 kilo 嘅踢胸下，我注意哦，打出一個時機啦，要保持平衡，等 kilo 嘅離下風過後，將老腦袋把吐出來，安樣將做嚟離下好哦。各組老做好嘅鋼鐵 kilo 嘅吊起來貼過，做啲幫佢理解人出羊肉。除咗老鋼鐵 kilo 嘅吊起來之外，還會注意達成 kilo 嘅重心哦。我應該都會卡住。大隻8秒。你牙好。坏掉，不用错手。要煮4层的。要煮看6层的。对，等下煮看6层的，才更好。光底先调正。来吧。然后挖一点。调正呢？这个调正。好，可以可以。然后把这个加油，加油。成功了！成功了，大家来试试看6层吧。好吧，来试看。哇，真勁係假嘅！你看過幾片係4層呢，你就6層啊！哇，按強誒！唔過我知道有冇強樣嘅地方啊？6層，下背嘅有冇有2片嘅呢？係冇影響誒。來6層呢？安尼啊，做嘛個2片不用到下背。重因為這樣重心才壓低，才不會倒下去，會比較穩。會晃來晃去。啊你就有成功過嘛？有嘞啊！哪個空一百號嘛？好，誰是樓裡菜的？哦，還要加一片臉。哇，亞洲的同學真的很厲害哦！7片，我知道。這個旁邊。為什麼要從第2層加？第1層有3片。已經不能再加。要把這60。第4片應該不可能，已經沒有那個空間了。沒有什麼空間，就是這個 CD 的那個薄的膠墊。單片的你們要放在哪裡？第2層。第2層。第1層也有3片。第1層沒可能會3片哦。是7層啊。對啊。最高挑戰7層。歪掉。雅哈就會挑戰7層哦。會唔會成功呢？哇，同學最近很強誒，居然會挑戰7層誒。不過啊，也沒記到100又100斤次這樣有個成績呢。不過都大係馬莎做嚟確實做到，會讓個結構咯。考試。第2片的同學吼，佢雙擺
给起落个1册，了1册，了咩1册，了2册，了2册，了3册。啊，你啊，起落个呢？你就看，了要2杯、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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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，所以讲你重心呢就较高。所以呢，你讲起落个呢，一天你啊起落个要打到较好。亚洲同学因为冇注意到重新带嘅原理，虽然动辛苦，加你动到3层钢贴，不过也系输脱咧。另外一组因为要做到较大层，要贴较多钢贴嘅结构，规则重新较大，故说就会越下越出样了哦。之前都是在书本上看到一些科学原理，今天能够动手做科学，感到非常新奇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参加。在这堂课中，我玩了许多不同种的陀螺，也在这个陀螺中学到了科学原理。虽然实验中有很多失败的地方，不过当成功时也格外的高兴。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能再来参加。今晡日，董事们刘师傅带人看到很多创新老传统嘅起落嘅，教你很多泰式木匠嘅起落嘅，还学到打起落嘅结构。想唔到做生意那个世界，搞嘅东西我有很多嘅原理老技巧嘅。除咗呀，符合要进行一场酿奶起落嘅友谊赛。钢铁老空哥呢，还做在做起落嘅表演特技嘅。看同学搞到很欢喜，利用平平老重新大嘅原理，做出超级战斗起落嘅。最近表演很幸福哦。今年啊，无论素养，相信大家天朝都好多动向哦。小客家教口号，耶！可是它太重了啦。